大家好，我係阿 Jack，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古典作曲家遊戲閃卡。咁咧呢個作曲家遊戲閃卡咧有12個著名作曲家啦，我分咗3張紙印咗落嚟啦。咁咧家長或者老師只需要咧將佢剪開，跟住對接，跟住就可以玩嘅啦。同棋咁我自己加咗一個小積木啦，令到佢企得穩啲，玩得開心啲。咁如果屋企容易揾到個材料，除咗小積木咧，咁一啲廁紙筒用剩咗嘅，咁咧你剪佢出嚟，俾佢做個座都會得，冇個座都一樣玩到嘅。咁另外有啲遊戲配件卡啦，咁遊戲配件例如呢個 Yes No 卡，又例如有另外一個4個音樂時期嘅中英文對照嘅一個卡啦，咁咧同埋一個8個國家嘅國旗同埋國家名中英文對照。咁咧我不如講下個 Yes No 卡先啦。咁第一個簡單嘅玩法就係可能佢望住呢個作曲家，例如咁嘅樣，哇好熟口面，喺啲朱古力裏邊成日都會見到嘅，佢係莫扎特係咪啊 Mozart？ 咁我認得佢，我擺喺 Yes 嗰邊。咁如果我唔認得佢，例如呢個鬍鬚嘅人個伯伯好熟口面啊，原來佢係柴可夫斯基喎 Tchaikovsky 啊，即係胡桃夾子啊、天鵝湖嗰個作曲家啦。咁咧我唔認得住，我擺佢喺呢度。咁當然攞住呢張卡仲可以順便睇下後邊佢好得意嘅卡通公仔之餘咧，原來佢個出生年份係呢個話，原來 Mozart 好短命，35歲，佢係奧地利人啦，係古典時期嘅人，可以認識一啲佢簡單嘅背景啦。除咗 Yes No 呢個玩法之外，咁當然咧，我哋有個國家旗幟剪完出嚟，同樣啦，都係將佢凍喺唔同嘅地方，可以將佢哋分翻一組組啦。原來法國係有呢個作曲家姓桑，例如奧地利有海頓同埋莫扎特，例如德國啦，真係好多，係咪啊？有巴克啦、貝多芬啦、布拉姆斯等等啦。咁國旗同埋個國家個中英對照喺後邊啦。咁而個作曲家企喺度，咁好活生生咁令佢哋喺視覺上面記得呢個知識啦。咁除咗呢個玩法之外咧，但係少少嘅小朋友亦都可以按翻佢哋嘅音樂時期去分翻佢啦。咁呢個音樂時期卡，如果你剪開佢，揾膠紙啦，或者揾張筆黐翻佢一條時間線，由左至右咧，咁喺嗰個時間歷史發展會更加清晰啦。咁咧擺咗喺度之後，就可以將相關嘅作曲家擺落去啦。例如 Mozart， 佢係古典時期嘅，擺前擺後都冇所謂啦。呢個 Vivaldi 佢係巴洛克時期等等啦。除咗呢個玩法，仲可以估下佢哋邊個係最遠古嘅作曲家咧？由最早出世年份嘅作曲家，我哋呢一 set 好似咧就係巴克嘅，咁我擺佢喺度，由最古代嘅去到最近期嘅，例如我哋有一個作曲家係呢個美國作曲家啦，安德森啦。咁佢係20世紀作曲家，擺喺最尾，又俾佢哋睇下原來個次序啦。又或者可以叫下佢哋估下邊個作曲家係最長命嘅咧，或者最慘嘅最短命嘅咧。大家都心裏有數，有好多作曲家都好短命，雖然佢哋好有才華。咁希望咧透過呢個可以實質操作嘅剪出嚟有人樣有一啲知識嘅小遊戲咧，令到學生學習音樂歷史或者一啲作曲家或者名曲嘅一啲資料咧，學得更加有趣。咁希望你哋可以用得着呢個教具啦。